我们上一堂课呢，最主要是讲到65页的第二行。那65页的第二行呢，提到就是若是量不周遍是比二随一故，因为总的而言，量难以被安立为比二随一之故。那这句话意思呢，就是量呢，它不片会是限量或是比量，就是量本身呢，它就并不是属于限量跟比量。那所以呢，在这边所讲的呢，数量决定呢，就是决定有2的这种数量决定呢，它主要是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数，并不是所谓的第三句除去第三句的决定数。那我们呢，在讲述的时候呢，那为什么说它不是第三句的决定数呢？因为只要是除去第三句的决定数的话呢，就表示说呢，这个本身呢有分类的这个物品呢，只要是它的话，一定会归类在它所的分类里面。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像是事物，那事物呢又可以分为设法、心法和心不相应行法这3种。只要是事物呢，它就会决定是设法、心法跟心不相应行法的其中之一的话呢，所以这3种分类呢，它就是对事物来说呢，是属于除去第三句的决定数。因为呢，凡是事物呢，必定设在这心法、设法、心法跟不相应行法里面的其中之一。那或者说呢，我们以所知来说呢，所知呢可以分为志向和共向2者。那这个呢，也是除去第三句的决定数。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所知呢，它嘛，要么就是志向，要么就是共向，或者说呢，所知呢又可以分为常和无常，这些呢都是属于除去第三句之决定数。因为呢，只要是所知呢，它嘛要么就是无常，要么就是常，所以呢，它并不会有是2句的情况。然后呢，同样的，它也是除去呢第三句的决定数，因为凡是呢所知的话呢，它就要片是常无常这2者。那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呢，量不周遍是比2随一，就是提到说呢，它不片是限量及不片是比量的原因呢，因为总的来说呢，就是量本身呢，它难以被安立为限量或是比量。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呢，量呢，它难以被安立为限量，还有量呢，它难以被安立为比量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呢，就是有大概的讲解过。量呢，它不能被安立为限量的原因呢，最主要呢，就是也可以透过2个原因呢来说，为什么量呢，它不能被安立为是限量呢？因为如果是量，它如果是限量的话呢，那就像之前所说的呢，它呢就一定要是，它呢，它就一定呢要以，它一定呢就是要以志向呢来作为它的索取境，它就是唯有志向来做它的索取境。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量呢，它并不可能是只以志向呢来做它的索取境，因为呢还有可能以异共向呢作为它的索取境，因为凡是量呢，像是以比量等，就是以异共向来作为它的索取境，所以量它不可能呢只以志向来作为索取境，因为凡是限量呢，它只能以志向来作为索取境，所以从这个呢可以了解到说呢，量呢它呢不会片式于限，它不会片式于限量。那第2个原因呢，就讲到说呢，量呢它为什么不片于是限量呢？因为凡是限量的话呢，它就不能够掺杂着异共项。但是我们知道呢，量呢它也有可能掺杂着异共项，因为凡是比量的时候呢，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就会显现异共项。但是呢，如果说它只能是限量的话，那它就只能是清晰显现志向之外，它是不可能掺杂着异共项的。所以从这2点呢，可以提到说，量呢，它本身呢，并不会是限量。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说量呢，它难以安立为比量的原因呢，也是如同上述，就是量呢，它如果是比量的话呢，那它如果是要是比量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分别。那既然是分别的话呢，那它的显现或者说它的索取境呢，就一定要是共项。但是我们知道呢，凡是量呢，它不一定呢，它的显现或它的索取境呢，不一定会是共项，因为呢，有是志向的这种量，所以呢，就提到说呢，它不可能呢，
维氏比量，因为维氏比量的话呢，就变成说它的索取镜、显现镜呢就只能是共相。那这是从第一个角度来解释。那同样的呢，从第二个角度来解释呢，就同样的，它如果是比量的话呢，它必定要是分别。那既是分别的话呢，那它就一定要是掺杂着异共相。但是我们知道呢，凡是量呢，它不一定是要是掺杂着异共相，它不一定要依着异共相它才能够现起。因为我们知道说呢，像量呢，它又有限量的部分。那限量呢，又可以分为像是根限量、异限量、质证限量以及余切限量这4种。那这4种限量的任何一个呢，它都是不需要依着异共相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量本身呢，它也是难以安立为比量。所以在这边讲到说，量难以被安立为限量和比量随一的缘故呢，我们是要透由原因去思维，而并不是只因为说经典上面呢，论点上面写着说量难以被安立为比2随一呢，我们就去相信它，而是要透由理由呢去成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65页的第3段，初成立者，总的而言，关于量之数目，有仅承许一种现前的顺势外道，乃至承许11种数量的扎日嘎巴等诸多主张。为了破斥此等义中对于量之数目所产生的许多颠倒分别，因此正理自在由所量二故量为二等等诸多世事正理之观点破斥以后，成立量的决定数目为二。那这边呢，初成立者呢，最主要就讲到说，上一段呢讲到说，此决定数呢是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数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成立到说，这里能够提到说，决定有二的这个决定数呢，为什么说它是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数的原因呢？就提到说，量的数目呢，就是对于外道图来说呢，像以顺势外道来说呢，它就是仅仅承许只有限量而已。那这个我们在之前有提到，因为呢，顺势外道呢，它不承许前后世的缘故。那问他说为什么不承许前后世呢？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如果前后世是存在的话呢，他就要为限量所见到。但是呢，限量是没有办法见到前后世的呢，所以他不承许前后世的存在。所以呢，他并不承许以理路成立的这种比量，他仅仅承许限量。所以以顺势外道来说呢，他仅仅承许只有一种量。那乃至于说呢，有的外道呢，他是承许到11种量，就是说呢，就是有种种诸多的这些主张。所以佛教呢，为了破斥这种就是外道徒呢，他们对量的数目的多少呢，有许多这种颠倒的这种分别。所以呢，正理自在呢，他们就提到说，所量有二故，量为二，就是所量有二呢，因为所量有二的缘故，所以能量的量呢也有两者。所以透由世事正理的观点呢，破斥这些颠倒承许，就是破斥这些颠倒分别所决定的这些决定数之后呢，然后成立量的决定数目呢是二。所以最后面呢提到说，透由世事正理的观点呢破斥。那世事正理的观点破斥呢，这个世事正理的理路呢，就是来自于所量二故，量为二。那这边就提到说呢，它的世事正理呢，它的正理就是要说所量有二的缘故呢，所量有两种的缘故呢，所以能量的量呢也为二。那这所量有二呢，就提到说呢，就是以志向呢为显现境的无分别，那以及呢以共相呢为显现境的分别。那透由这两者呢，就可以去成立到说呢，就是所量呢，它的所量呢，就是唯有共相和志向这两者的缘故，所以能量的量呢，然后能够显现志向的呢，就是限量，然后能够显现共相的呢，就是比量。所以因为境呢有两种的缘故，所以能量的量呢，它也有两种。那这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呢，除了能够显现的呢，如果是除了能够显现限量，能够显现志向的限量，以及能够显现共相的比量之外呢，还有第三种能够显现的第三种境的话呢，那就表示说量的数目呢就不能决定为二，
就是要在2以上了。但是这边就提到说，它的径呢，因为我有质相跟共相两者的缘故呢，所以能量的量呢也只有2种。那所以呢，关于说量跟量呢，它具有2种，这个呢，就是我们以上呢，就是透有反复呢，就是在讲述，就是说它为什么呢是成立这2者之外呢？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量呢，它具有另外一种的分类，那另一种分类呢，也是分为2种。那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自决定量以及他决定量这2者。那同样呢，在讲述说自决定量跟他决定量呢，也是出自于法身论师的适量论里面。在适量论里面呢，也是讲解到说量呢，它又可以分为自决定量还有他决定量呢这2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呢，什么叫做自决定量？那自决定量呢，就提到说，若智所量之究竟本体不存在于对境上，由智不能生起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之心不欺狂的了知，是自决定量的定义。那这个呢是在讲什么呢？什么叫做自决定量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呢，就是由智所量之究竟本体，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呢，讲的呢就是它最主要的境，就是它最主要的境呢，称之为是智所量之究竟本体。那我们以呢，就是直持火的这个根线钱来说，就是能够直持火的根线钱呢，那对于这个能够直持火的根线钱呢，那它智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是火。所以火呢，如果不存在对境之上呢，则智不能生起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的心不欺狂的了知呢。那这个呢，就是提到说自决定量它的定义。这边呢就提到说呢，由智所量之究竟本体不存在在对境上呢，则智不能生起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的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自决定量的定义。那我们也可以说呢，就像是持直生是无常的比量，持直生是无常的比量呢，那它的智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是无常。那对于无常呢，如果不存在对境之上呢，则智不能生起对比由智力所引出决定心不欺狂的这种了知呢，就证得生是无常的比量呢。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自决定量。所以我们在讲到呢，凡是比量呢，它一定呢是自决定量，只要是比量呢，它就必定是自决定量。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而无能引生决定，必须依赖后来产生的名言量而引出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他决定量的定义。那这个提到说无能引生决定呢，我们要把前面的前半段呢拿过来，就是若智所量的究竟本体呢，智所量的究竟本体无能引生决定，它无能由智力引生决定。然后是要依赖着后来产生的名言量而引出的心不欺狂的了知呢，那这个呢是属于它决定量的定义。那在这边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讲述到就是自决定量及它决定量呢，那这个呢在明解脱道论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就是什么叫做自决定量跟他决定量呢？就我们以就是直持蓝色的眼知来说的话好了，直持蓝色的眼知呢，它对于说直持蓝色眼知的自证分，那直持蓝色眼知的自证分呢，它在了知到直持蓝色眼知呢，它的体性呢本来是新的这一分呢，对自证分来说呢，是属于自决定量。就是说他了解到蓝色眼知它本身呢，它的体性呢是新的这一点呢，对自证分来说呢，它呢是属于自决定量。但是呢，对于说蓝色眼知呢，它本身对蓝色呢是属于量，还有呢蓝色眼知呢，它对于蓝色呢是不欺狂的这一点呢，那自证分呢，它是没有办法透由智力去证得的，它是要依赖后来的各种的名言量，它才能够了知的缘故呢，所以
蓝色眼汁对于蓝色呢是不欺狂的。那蓝色眼汁呢，它本身是亮的这一点呢，对于说支持蓝色眼汁的自证分来说呢，是属于它决定亮。那对于说就是自决定量跟他决定量呢，我们如果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分类之后呢，那透由分类呢再来理解，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到什么叫做自决定量，还有什么叫做他决定量。那第一个分类呢，就提到说自决定量的分类呢有5种。那这5种呢，就是讲到说串习异之根线量，还有呢显现具作用之根线量。那一般呢会加上就是异线量，然后还有自证线量、余切线量，还有比量呢，所以应该是要有6种。在这边呢，虽然说他只提到了5种，就是串习异之根线量，就是串习异时的根线量，还有显现具作用的根线量。那第3个呢就是异线量，那第4个呢自证线量，第5个余切线量，以及第6个比量。那四象者呢，就提到第一个呢，如儿子心绪中指父亲相的根线前呢，是第一种。那这边呢，就想要说，像是小孩子或是那种小婴儿呢，就是他就是长时间呢看着他父亲的样子，所以呢，他因为他很熟悉父亲的样子的缘故呢，所以哪一天呢，如果有人把他爸爸的脸遮住呢，但是他爸爸的手伸过去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眼睛看到这个手，他就知道说这个是爸爸的手，或者说呢，看到爸爸的身体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是爸爸的身体。虽然说他没有看到脸，但是他因为很熟悉的缘故呢，他能够眼睛一看到之后呢，他就知道这个呢是他父亲的手、他父亲的脚、他父亲的身体。那这个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透由长时间串习的关系，他串习异，他长时间去看的缘故，所以他一看到呢，虽然说没有看到脸，他很熟悉缘故，所以他一下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他爸爸的手。那以一个就是对他爸不熟悉的人呢，如果说把他父亲的脸，就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对这个小婴儿的父亲不熟悉，那如果说他们把他爸爸脸遮起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即使看到他这个小婴儿的爸爸的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这个是这个小婴儿爸爸的手。那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串习的缘故，所以第一个呢提到说串习异之根线前，他最主要就是说对于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它的内容呢，它串习很久的缘故，所以他眼睛只要一看到呢，他自然而然就很熟悉，知道说这个呢是属于他父亲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呢，就是小婴儿呢，他心绪中支持父亲的这种根枝呢，这个根线前呢是属于自决定量。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自决定量呢，它的定义的地方，就是它的性象的地方，就想要说，若自所决定。自所量之究竟本体，所以对这个儿子心绪中支持父亲的这个根线前呢，他的自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是提到说是父亲的这个身相。父亲的这个身体，父亲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不存在对境之上，则不能升起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之心不欺狂的了知。就是他小婴儿他看到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呢，他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呢是属于他爸爸的身体，他并不需要再透有其他后面的一些名言量，比如说呢，还有别人告诉你说。他看到了这个父亲的手，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说这个是父亲的手，不需要旁边呢再有人去跟他说，哦，这个是你爸爸的手哦，这个是你爸爸的什么，他才会知道说这是爸爸的身体的部分，不需要，因为他很熟悉爸爸身体缘故，所以他只要一看呢，他就能够了知，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自决定量。那在这里呢，就是比较不同的一点呢，就提到说，如果儿时心绪中呢支持父亲相的这个根线前呢，那在这里呢，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自所量的究竟本体呢，是要放说这个身体是父亲的身体这一点，而不是只能放父亲的身体。那这个呢，跟我们在讲说直屏的眼知呢，就直屏眼知它的自所量的究竟本体呢是瓶子本身没有错，但是在这边呢，我们不能够放说就是父亲的身体呢是这个自所量的究竟本体，而是要说这个身体呢是父亲的身体的这一点。为什么说这两者要有这样子的差异呢？因为如果说只放到父亲的身体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到说，这个小婴儿或者说这个小孩子呢，他在了解说
这个父亲的身体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要透由其他名言量的作用，才能够了解到说这个是父亲的身体？所以会有这些辩论上，或者说会有这些争议的缘故。所以在这边所放的质所量的究竟本体是要放说这个身体是父亲的身体这一点，而不是只放父亲的身体，这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异。第二个呢，提到说呢，显现具作用的根现前，那它的事项呢，就好像说显现呢，火具有烹煮或是燃烧作用的直火的根现前。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呢，那个火呢，就是在烧纸或是烧木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火在烧纸跟烧木头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看到火还有这种燃烧木头的这个作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看到火，不需要说别人呢在旁边跟你说，哦，这个火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有在烧木头，它有在烧纸，这个并不需要说别人呢再来跟我们说火具备这样的作用，而是在我们就是直火的这个根现前呢，它自然而然就显现了火呢，它在烧木头的这一点。所以呢，它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呢，是讲到说火烧木头，并不是呢只有讲到火而已。所以这边讲说智所量之究竟本体呢，是提的是火烧木材或是火烧纸这一种。那这种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它是显现具作用的根现前，就是它完全显现了火的作用。火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燃烧纸或是燃烧木头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显现了火，它具备这样的作用，或是呢，这里所讲到的，它具有就是烹煮。那烹煮就包括说像是烧开水啊，我们看到因为火的缘故呢，然后这个水被烧开了，你自然而然眼睛就看到这个火呢，就是烧到最后这个水煮开，并不需要别人跟你说，哦，你看现在是因为火在烧呢，所以水才滚开了，或是因为火在烧呢，所以这个米呢才熟了，是你眼睛可以直接见得到的缘故。所以在这边呢提到说，它是可以直接看到火具备这样子作用的这种根知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具显现作用的根现量。这个呢，就是以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具备的呢，就比如说一个从来没有搭过电梯的人呢，那他进到这个小空间之后呢，然后一下呢，可能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呢，就把他送到了几层楼的高度。那他出去的时候，觉得说，哦，原来这个电梯呢，它所具备的能力呢，就是它能够快速的把我从不同的层楼之间做移动。那这个呢，是它的现前呢是可以直接看得到的，或者说我们在讲说现在的像是电锅啊、烤箱啊、冰箱，它具备呢，像电锅呢，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说，哦，你把米呢放进去了，然后没过多久它就变成了饭，或者说呢，冰箱呢，你把水放进去呢，它没多久就可以变成凉的，或者说变成冰块，或是烤箱呢，它会把食物弄热。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心绪之中呢所具备的这一种显现具作用的根现量。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串习意志根现前显现具作用的根现前呢，这些在我们心绪里面呢都是存在的。那第三个呢，讲到说自证现量。那自证现量呢，就比如说我们心绪之中呢，具有能够领纳正的平质根知的这种自证现前，或是领纳呢正的房屋的这一种根知的自证现前。那对于这种领纳，我们自己比如说正的平质根知的这种自证现前来说呢，它是完全可以了知到说，我的心绪之中呢，正的平质的这个根知呢，它本身为明为知的这一点呢，它是明知的这一点呢，对于自证现前来说呢，它是属于自决定量的部分，因为它对自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是说它能够了知到说之前呢，像正的平质这个根知呢，它本身呢是明知的这一点呢，是不需要透有其他的名言呢，它就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呢，它就可以能够了解到的。所以这些呢，对他来说呢，对自证现前来说呢，它是属于就是自决定量。那这边呢，它的事项呢就提到说呢，如领纳量的自证现量。那这边只要说领纳量的自证现量，那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提到说，只要是自证现前呢，它所能够领纳的呢，就是唯有就是为明为知的这种了知之外呢，它是没有办法领纳到像是色等这些外境，它能够领纳的就一定是只有了知而已，所以它能够领纳，所以这边讲说领纳量的这种自证现前呢，是属于第三个。
第4个呢，就提到说呢，余且限量，那就讲到说呢，如通达补特伽罗无我的现前智呢，是第4种。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余且限量。那我们只要说能够通达补特伽罗无我的这个现前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一定是透由串习力而来的。因为我们要通达补特伽罗无我之前呢，你一定要先透由闻思修这3种。那在闻会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串习。那透由闻会之后呢，然后在思会，然后修会的时候呢，然后产生比量。比量正了之后呢，你也是透由不断的串习之后呢，然后这个比度呢，它这个比量呢，它才能够它的体性呢，才能够转为就是通达无我的这一种限量。所以呢，它这种通达的方式呢，是透由不断串习之后呢，才能够获得的。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根限量以及像自证限量这种直接看到就能够了知的这种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一定要透由闻思修等等的串习之后呢，然后最后再由比量呢，然后转成呢比度呢，然后慢慢的呢，最后才变成为限量。所以这种余且现前呢，它一定是由串习力而来。所以呢，它的自知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是无我的这一点，或者说呢，它是无我的这一点呢，它是透由串习力而来，透由不断的串习之后呢，然后它可以自己呢去决定，它不需要依赖后面所产生的名言量呢才去了知。因为串习已久的缘故，当它能够从比度转成限量的时候，它对于它所执持的这个自所量的究竟本体无我这一点呢，它是完全能够以智力去了知的缘故呢，所以它也是属于自决定量。接下来呢，就提到说第5个呢，就讲到说呢，就是通达生死无常的比量呢是第5种。那通达生死无常的比量是第5个呢，就是讲到说它同样呢，它也是属于自决定量。就是讲到说呢，通达生死无常的比量呢，它在通达生死无常的时候呢，它一定是对于说自知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提到说生死无常的这一点呢，它是能够不关待其他的这些名言量，它是可以自力呢去证得的。因为呢，它在证得的时候呢，就是它一开始要能够证得能够通达生死无常这个比量，它要证得生死无常之前呢，它之前一定是要透由多次的思维，它要一开始也是透由听闻之后呢，然后透由这种正音不断去思维之后呢，它才能够理解到说声音是无常。所以它也跟之前我们所讲的像根现前还有自证现前不一样。因为像自证限量呢，只要是我们心绪中只要产生了产生的了知或是觉知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能够领纳这个新的这个自证现前呢，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那同样的呢，我们现前呢在了知境的时候呢，它同样是只要和这个境有接触到境的时候呢，就能够产生所谓的根现前。但是呢，这边所讲的比量呢，它是没有办法的，它一定是透由你多次的思维之后呢，你才能够了解，对于说你的自知所量的究竟本体，就像是通达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比量来说的话呢，它的自知所量的究竟本体声音是无常的这一点，它一定要透过多次的思维之后，那多次思维之后呢，它是能够透由智力去证得的。因为如果说它不是透由智力去证得，它还要透由其他的量之后，它才能够了知的话呢，那就变成我们要说生死无常的通达生死无常的比量呢，它是不通达声音是无常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透由智力去证得。那如果这样是承许的话呢，那就如同刚刚所讲的，通达补特伽罗无我的现前智呢，它也没有办法通达补特伽罗无我。为什么呢？因为它要透过其他的量或是其他的名言，它才能够证得的缘故，它就没有办法自己去证得。所以如果说它没有办法透由这种方式去自己能够通达的话呢，那就会变成通达声音是无常的比量，它无法通达声是无常的过失。所以一定要说它是不需要关待他力呢，可以自己呢去了知的缘故。所以在这边讲到说通达声音是无常的比量呢是第5者。我们也讲到呢，就是还有一个呢是属于异限量的部分。那这里讲到说，那是不是没有异限量呢？那不是的，就是也有是属于自决定量的这种异限量。那就比如说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像是圣者心绪中的异限量呢，它也是属于异限量。
那为什么说在这边呢，并没有讲述到说就是异限量呢？那这个就是如同我们之前呢，就是前面在讲述异限前的时候呢，也有讲到说此处所说的。那此处所说大部分都是指的是凡夫心绪之中的，所以凡夫心绪之中呢是不具备异限量的。为什么呢？就是凡夫心中的这种异现前呢，凡是凡夫心绪之中的异现前，都是属于时边际刹那。它既然是时边际刹那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去通达境，它没有办法通达境，因为凡夫心绪之中的异现前呢，它全部呢都是属于显而未见，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变成量的。所以在此时呢，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提到异现前呢？因为最主要呢是讲到说，这边所讲的呢都是以凡夫心绪之中呢来解释的，但是是否没有就是属于自决定量的异现量呢？是有的。自决定量的异现量呢，就像是圣者心绪之中呢直摄的异现前呢，它就是属于异现量。虽然说呢，对凡夫来说呢，这种时边际刹那呢，对凡夫来说只能是显而未见，因为凡夫呢是没有办法通达这个境的。但是对圣者来说呢，虽然是时边际刹那，但他还是可以通达的缘故，所以圣者心绪之中呢，直摄的异现量呢是可以放为在此处的，就是这边所讲的自决定量的异现量。但是呢，这里不提的缘故呢，最主要是因为此处呢，最主要所讲的呢，都是讲说凡夫心绪中的缘故，所以才不会提到说自决定量的异现量。但是并不表示说它不存在，它没有。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呢，而这也是量理宝藏论所说的二境是即二智正，与诸比量由制定之意趣。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二世境呢所讲的呢就是串习义的根现量以及显现具作用的根现量呢，所以这边最主要讲的呢是根现量。那二智正呢，二智正所指的呢就提到说智正现量还有余邪现量，这二者呢指的是二智正。那还有最后呢提到说与诸比量由制定，那第五个呢提到说是比量，就是这五者呢它是属于就是这边所讲到的呢就是自决定量。那在这边呢就是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刚讲的说自决定量的定义的地方呢，就是要讲到说若智所量的究竟本体不存在对境上，则智不能升起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的心不欺狂的了知。那这边呢就是有提到说呢，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心不欺狂的了知。那这边所讲的决定呢，并不是提到说决定知，因为我们讲到说呢，凡是讲到决定知的时候呢，必定呢是属于分别知。但是呢，以正的平直的一切片智来说，或者是呢正的无我的一切片智来说呢，它不可能呢对于说无我呢，它还要有一个决定知，因为佛陀心绪里面是没有分别知的，所以不可能它是透有一个决定知呢，然后才能够去理解。那如果说佛陀他有这个决定知的话呢，那佛陀心绪之中没有分别，那这个决定知来自于哪里呢？难不成是来自于和佛陀不同心绪的这些凡夫，或者说这些有情的心绪里面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边所讲的引出的这个决定呢，这个决定呢，并不是提到说是决定知。这边讲的决定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对于智所量的究竟本体呢，他是能够智力能够了解的，他能够智力呢领悟的这种呢，是这边所讲的决定的意思。那在这边呢，就是有问到说，为什么在讲述自决定量的性相定义的时候呢，会提到说不存在于对境上，则智不能升起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的心不欺狂的了知。那这边呢提到说不存在于对境上呢，最主要是讲到说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它本身呢是要存在的，所以它这个是讲到说境和有境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就是如果呢你这个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它本身是不存在的话呢，那它当然是不可能在这个有境之上能够升起这个境，它是不可能升起这种决定的这种决定知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在儿子心绪呢，他支持父亲相的这种根现前，
如果说呢，父亲的这个相呢，父亲的身体如果是不存在的话呢，那儿子心绪之中是没有办法升起，就是持执父亲相的这种根现前。或者说，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好了，我们讲说，只是生一是无常的比量，只是生一是无常的比量呢，它的智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是生是无常这一点。如果说生一是无常的这一点不存在的话呢，那它是不可能呢，这个比量是没有办法升起一个生是无常的这种决定值，它是没有办法升起来的。就如同说呢，你现在呢所了解的生是无常，你的智所能的究竟本体呢是生是无常，所以你到最后呢，你不可能通达一个平之是无常的这种决定值，你是不可能升起来的。你一定是透由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这个东西呢，对于这个境上存在的这个境呢，你才能够显现出呢，对于它的这种引申出它的这个决定值。所以我们在看性相的时候呢，看到说不存在于对境上，则不能升起对比由智力引出决定心不欺狂的了知呢，看起来比较容易让我们混淆。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说，若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由智力引出决定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它就是智决定量的定义。这样去理解的话呢，大家会比较好理解。那加上说这个不存在于对境上，则智不能升起呢，它最主要是透由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说它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去讲解，就是透由另外一个反向的角度告诉我们说，凡是智决定量它的智所量的究竟本体呢，是一定要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法。那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在讲到说智决定量跟他决定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去理解，那大家就比较好去了解。就像是由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呢，是能够由智力去引出它的决定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它是智决定量的定义。那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呢，不能由智力了知，要由他力才能够引出决定的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他决定量。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去理解呢，会比较容易。那什么叫做他决定量呢？就对于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山上，或者说呢，我们到就是比较乡下地区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看出去，后面就是一片森林，或者说你在山上看很远的地方呢，有一片树林。那这片树林呢，你看到这片树林的时候呢，那你内心呢就升起说，这片树林呢，它到底是松树林呢，还是柏树林？它到底是松树还是柏树？那虽然说这个时候你眼睛有看到这一片森林，但是你会怀疑说，这一片森林里面的树木呢，到底是松树还是柏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了知的，你是没有办法透由智力去了知的。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了知呢？就是透由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森林，然后越走越近的时候呢，你发现说，这个就是松树林，就是它是透由他力，是等到你越来越近的时候，才透由其他这个现前知呢，又重新看到之后，你才能够了解到说，原来这片是松树林，我刚刚看到的没有错的时候，那这种呢就是属于他决定量，因为它是有其他的方式，它没有办法透由智力去了知，它要由他力才能够证得，它对于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呢，是要依赖的其他的量或是其他的名言才能够引出心不欺狂的这种了知，所以这种就属于是他决定量。所以我们在讲说智决定量跟他决定量的时候呢，虽然说定义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到说，它就是对于说智所量的究竟本体呢，你能够由智力引出决定的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就是智决定量。那智之所量的究竟本体呢，你不能由智力引出，要由他力引出决定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就是属于他决定量。我们对于就是他决定量呢，我们就下一堂课呢再继续去做解释。